宋神宗资治通鉴序御制。宋赵顼正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处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实为见识诗书春秋皆所以名乎得失之寄存王道之正垂见介于后世者也。汉司马迁抽时事金匮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事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直传网罗天下放施旧文考之形式驰骋上下属千载坚守纪轩辕至于陵只作为记表示家书传后之术者不能议此体也为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若击鼓应考留神载及万机之下未尝废卷长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比旧密阁凡阅给历史比札起周威烈王弃于五代光之治以为周姬衰王室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使大桓文更罢由托尊王位此以服天下威烈王自裴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亡至今以此一古人数作造端立义之所咒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磨至道议论之经与德行之善治天人相与之计修旧术政之源威服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例之调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乎辞令渊后之体真见深切之意良未被燕凡16代乐成296章以11行本6作4卷列于互有之间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世事一典型之总会测读之渊灵矣。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际则于其灿然者以后王室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无见焉者自于治世圣王有惨达之爱有中立之教或之人善任恭俭勤为义各得圣贤之一体孟可所谓无于五臣取2、3策而以至于荒坠田为可见前车之师乱贼奸诡绝有吕双之见师云商见不远在夏后之事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着正之治焉耳。至平4年10月初开经延凤圣旨读资治通鉴7月9日晨光出进读面赐御秩序令后书成日写入。